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5月14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媒体公布了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排名，这个是南方都市报报道的记者叫张晓玲。这个报道说智联招聘今日公布的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5年，根据这个公布的这个排名显示中国最具人才吸引力城市 Top 100，京沪深居前3，百强东部城市占比超50%。从人才吸引力指数观察，2024年北京、上海、深圳位居前3名，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深圳位居第3。从这个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2025这个报告来看2024年前10城市与2023年相比无位次变动，也就是说2024年前10的城市跟2023年前10城市一模一样。那么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北京，人才吸引力指数连续多年第一。由于薪资优势明显，多元化的产业结构，众多顶尖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北京对求职者一直保持较高吸引力，人才保持净流入，近几年排名占据榜首。上海市经济体量大且增长稳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蓬勃发展，吸引大量人才来沪，人才吸引力指数与北京的差距进一步缩小。深圳、广州近年位次分别稳定在第3、第4，杭州因智能物联、电商等产业发展迅速，排名一直位列2线城市首位。2020年到2024年，杭州排名分别是第2名、第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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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也就是2020年杭州曾经短暂的排过第2名，那后面显然就不行了，又滑到第5名。这中间什么原因？大家自己去分析过气网红城市那绝非浪得虚名成都、南京、苏州比较稳定，继续位列第6、第7、第8。武汉依旧排名第9。无锡继2022年首次荣登前10榜单后，继续维持在前10。应届生和硕士以及以上人才依旧更倾向往1、2线城市聚集。2024年应届生、硕士及以上人才将简历投向1线城市的占比为 17.4% 和 23.2%， 分别高于流动人才流向1线城市 2.0% 和 7.8个百分点。约50%的应届生、硕士及以上人才将简历投向2线城市。从应届生看，应届生人才流入1、2线城市合计占 66.1%， 高于整体人才流入占比 58%。 与整体流动人才相比，应届生更倾向1、2线城市。从硕士及以上人才看，硕士及以上人才流入1、2线城市合计占比 73%， 高于人才流入占比，也就是学历越高越倾向于往1线城市、2线城市去。其中1线、2线城市硕士及以上人才流入占比分别比人才占比高 7.8%、6.7个百分点。从这个区域来看人才流入流出看，2020年至2024年长三角人才流入占比从 22% 升至 22.4%， 人才流出占比从 15.6% 降至 14.4%， 珠三角人才流入占比小幅上升，流出占比从 9.4% 降至 9.1%。 也就是说，这个长三角和珠三角相比呢，这珠三角就相对来说更加吸引人才流入，流出都一样，都在下降。也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去了的人离开的少，然后京津冀人才流入流出占比均呈下降趋势。也就是不用看天津京津冀就是看北京，北京人才流入在下降，这个城域人才流入占比和人才流出占比比较稳定，也就是这个成都和重庆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没多也没少。长江中下游中游人才流入流出占比小幅下降，与2020年相比，2024年5大城市群人才流动下降。从这个1线城市看我们刚才说的北京，它是北京、上海、广州人才净流入占比下降，深圳持平。从人才净流入占比看，2024年京沪广同比小幅下降，深圳持平。京沪广分别是 0.4%、1.3%、1.2%和 0.8%， 上海最高。2024年深圳人才净流入占比稳定，广州
州人才净流入占比2023年下降。深圳2024年常住人口同比增长20万人，居全国前列，人才也保持净流入，人才聚集明显，主因深圳经济发展速度快，拥有低于北京和上海的落户门槛，以及各类创新的产业，能提供较多工作岗位。从人才流出占比看，2020年到2024年，深圳人才流入占比从 4.6% 降至 4%， 人才流出从 3.3% 降至 2.8%。人才流入深圳主要因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2023年深圳 GDP 达到 3.7 万亿，位居全国第3，叠加拥有低于北京和上海的落户门槛以及创新的产业结构，提供较多工作岗位，能吸引更多人才到深圳就业。2024年深圳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5 万家，平均每平方公里拥有12家，密度居全国第一。深圳一个南山有几百家上市公司这个是智联招聘它公布的一个中国城市人才吸引力排名。从这个排名可以看出在一线城市这个深圳还是非常具有吸引力。虽然北京上海排第一第二，但是北京上海近年这个人才净流入还是比深圳要差一点。我记得北京的这个人口是在下降的，常住人口这个大家都知道因为北京什么首都功能非首都功能要疏解，向周边疏解，这个是原因之一为什么下降？实际上刚才报告里也说了，北京上海落户是比较难的，北京最难，上海次之，那这个也限制了人口对吧流入这两个地方。所以咱们在节目里面一直说年轻人尤其是没有什么家庭背景的小镇做题家对吧，无论你是来自农村还是来自小城市对吧，有机会都要去北京、上海、深圳，没错，不管你是戴着什么眼镜去看，不管你心里觉得服不服，公平不公平，自己对自己负责，就应该去这些地方对吧？这些数字说明了问题可以去深圳，可以去上海，也可以去北京，只有在这些地方才能或者更容易或者更有可能实现你的梦想。但是为什么北京、上海的吸引力在下降呢？不仅是它的户口门槛高，我觉得恐怕跟它的这个房价过高也有很大的关系。房价越高，但是现在就业形势又不太好对吧？你看北京、上海、深圳的写字楼空置率非常高，这就会导致很多人在那儿压力越来越大，待不下去对吧？一旦失业，他被迫就去了2线城市，甚至有的回了老家县城。我们反过来说正因为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对人才有吸引力对吧，大量的年轻人都去，这个反过来又支撑了当地的高房价，人员在流动在流入他总得买房，年轻人还是跟着就业走对吧？什么地方能给你提供工作就去什么地方。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说明这些北京上海、深圳它房价高，恐怕它有一定的道理，也就是年轻人往那跑，只有这些地方能找到工作所以说说来说去对年轻人来说首选还是这些地方。我们再看第二个新闻，红星新闻呢，他报道说00后刚存到人生第一笔钱，存款利率又降了，专家说可以考虑转向银行理财或国债。5月银行存款利率下滑节奏继续加快，民营银行也纷纷下调了自己的存款利率，部分5年期大额承担利率下调幅度达40个基点。有00后网友发帖表示工作1年刚存到人生第一笔钱，翻遍24家银行找不到 2% 的存款，不知道要把钱存在哪里。该网友发现主要银行5年期和3年期最高利率仅为 1.85%， 他这个说的不对这工行3年期利率是 1.9%， 这个网友还是粗心了没拿工行当大行。说2年期最高利率只有 1.45%， 1年期最高利率是 1.4%， 而1年期最低利率已经达到 1.1%。 对此有专家表示抵抗风险低的年轻人可考虑银行理财或国债。普益标准数据显示，最近1个月银行理财年化收益率达 3.1%， 大幅超越3到5年期定存。今年第一季度银行理财用户同比增长 6.73%， 银行理财专卖平台稳利宝的用户数和规模都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招行国债发布5年期国债也快速售罄。这里我们要说一说咱们这个频道从去年开始对吧，就咱们以前恒大一爆雷的时候咱们就说了存工行没什么好想的，但是从去年开始咱们做了稍微的调整。为什么调整？就是因为咱们已经知道这个银行利息要无限接近于零。你看现在已经3年期的到 2% 以下了，明年呢恐怕就到3年期到 1% 或者 1.5%， 还
得降。那后年呢，也就是它这个趋势啊是往零靠近，跟日本一样，日本是负利率啊，你把钱存银行，你还给银行钱，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咱们去年开始，对吧，就把这思路啊做了稍微的调整，既要考虑到安全，也要考虑到，对吧，你这样压缩下去也是不是个事啊，所以我们，对吧，这个在会员节目里面已经做了调整，既要安全，也要稍微多一点收益。但是啊，我还是要提示风险。专家说啊，你存款利率低，你可以买银行的理财或国债。国债我不清楚，没买过，不知道怎么买，不熟的东西不参与。但是说银行理财是这样子的啊，就是我们要想象一下，就是银行拿着你的钱，他理财的理什么财呢？他去哪个渠道投资是保赚不赔的，而且收益还不错？就是我们在想啊，银行拿着你的钱也得去投资啊，他往哪儿投呢？他买什么资产能保证年化5%的收益？然后人家扣掉手续费，扣掉佣金，到你这还有3%，他投哪个渠道呢？他投哪个资产？你怎么保证他投的资产、投的渠道是稳赚不赔的呢？现在是3%、4%的收益，那万一，对吧？等到你一买，它就开始下降了。也就是说啊，大家不要把银行理财和银行存款混为一谈，银行理财还是有风险的。银行理财它最保险的恐怕就是买国债，这是我相对来说啊，但是国债收益率也是有限的，那银行把这钱往哪儿投呢？所以说啊，宁愿存款，得不要买什么银行理财。如果你要买的话，一定是只买一小部分。从现在开始啊，我们可以说叫进入低利率时代。现在不是最低啊，年底恐怕更低，明年更低，后年呢还要低。我在以前节目已经介绍过了，为什么5年期的存款利率反而比3年期低呢？这实际上就是个预期啊，就是预期5年以后这个利息比3年那个以后要低，就是还是要往下降。所以你要存5年，你的利率更低，什么概念啊？咱们现在你要存5年利率，那得降到多少啊？就5年以后啊，就是利率啊。我们还是看房地产相关的报道啊，咱们要客观的说啊，如果这个银行存款利息啊一直下调，这也会导致一部分资金啊被迫啊去买房子去出租，因为对吧，有很多钱它存在银行确实收益太低啊，而买核心城市、核心地段的那个老破小出租的话，他就能算得过来，觉得还是可以的，那这个就会逼出一部分资金啊跑去买房啊，这个是客观现实啊，这个也会导致这个核心城市的核心地段的房价它下跌就比较难。说到这个房价啊，这个今天啊，这个半夏投资的那个李贝啊，他胆子够大啊，他居然说到年底啊，这房价还跌30%。当然了，也可能啊，咱们就是片面的理解他意思啊。他在这个小作文里面说了啊，他认为这个到年底啊，房价还跌30%，导致这个银行的坏账增多。他认为2季度房价要加速下跌了，大概这意思啊，说明他胆儿大呀。这属于唱空房地产，他说的有没有道理呢？我倒是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看啊，网上啊又有一个帖子啊，就是一位买房断供者他的自述，这是2025年4月16号在网上发的，叫一个哈尔滨断供者的自述，还是这个观点啊，也就是这个事情未必是真的啊，但是这样的事情啊，那肯定是比比皆是，对吧？我们不用纠结他这个是不是真人真事，但是他说的这个事情啊，那肯定在我们身边，那是比比皆是啊。你看他怎么说的啊？他说我断供了，已经断供12个月，房子已经被查封。2020年的时候买了一套价值120万的房子，首付30万，贷款90万，月供是4886元。去年3月份的时候，因为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被迫断供，那个时候我才发现贷款居然还有85万没还，他一共就贷了90万啊，还了4年，只还了5万块本金呢。这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有很多人那个按揭贷款买房的人，他等到暴雷的时候才知道，哦，原来我前面还的都是利息啊，对吧？本金还的很少啊。他说啊，他这个5年月供一共还了30万，这每个月4886啊，一年下来5万多啊，对吧？5年就30万已经还了，但是说没想到本金只还了5万。断供半年后被银行起诉了，法院判决书现在已经下来了，不光查封了我的房子，还冻结了我所有的银行卡，就连微信钱包里的800块也被冻结了，而且还多了6万块钱的费用。什么费用呢？罚息、违约金、律师诉讼费、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还有诉讼费啊。他输了，对吧？法院还有执行费，这个还没到他头上呢，把这个再加上，他6万块还不够啊。说前几天到外区法院打电话来通知我说，房子马上就要上牌拍卖，评估价是108万，他120万买了啊，5年以后啊，评估价变成108万，起拍价又是7折，只有76万，关键76万能拍出去就不错啊。而现在房子又没有什么才关注去买的，他如果说被人直接起拍价拍走的话，不
光是房子没了，首付也没有了，装修的12万也没有了，还倒欠银行20万，加上我之前月供还的30万，我的损失竟然高达90万，这就是我不自量力买房的一个结局。这个可以说啊，损失90万，10年白忙。问题是你把房子拍掉之后，你以前首付没了，装修款没了，还了5年按揭白还了，然后你还欠银行钱，如果这个钱你不还，你就失信，对吧？一辈子好不了。你看，这就是叫没有考虑到自己抗风险能力，盲目买房，而且2020年也是正好是最高价的时候买的，利息也是最高，对吧？那时候6%的利息啊，有多少人像这样的？他这个账就是这么一个账啊。你说一个普通人，你5年你赚50万，你攒50万块，攒90万，你太难了，所以他前半辈子都白干了，后半辈子还还债。像这样悲惨的故事还很多啊。有一个网友说啊，我19年花230万买了套房子，如今二手房快6折了，挂中介已经半年了，从一开始170万降到了150万，看房的人寥寥无几。19年230万买的房子，现在降80万，150万卖，都没人看房。上个月中介打电话说啊，有个客户对户型和楼层还挺满意的，就是觉得价格贵了点，让我们再降10万，他们只出140万，如果可以就走手续签合同。这个买房的人很会谈判啊，感觉一下就掐住了这个卖房人的命门。为什么说掐住了卖房人命门呢？这个卖房的人呢，他们欠银行贷款还是143万，也就是他把这个房子卖给这个买房人，拿到140万，他还得再找3万给银行补上，房子是别人的了，他就不欠银行钱了。你说这叫什么事？那他的首付呢？他还的按揭呢？说按这个价格，我们这5年多的月供和首付全赔进去了，这10年的付出和努力全白费了。19年买的房吗？说我19年一个决定，让我们多奋斗几十年，人生能有多少个几十年呢？关键是说他这房子一天还没住过，现在他面临两难啊，是140万把它卖掉，还是直接又放手上接着还按揭贷款？而如果说放在手上，那到明年说明价格更便宜啊，你只能卖120万，然后你这一年又在还按揭贷款，完了明年价格还更便宜，你把卖掉之后还是欠银行钱，你说这叫悲惨。所以我们一直说啊，这韭菜买房你得考虑自己的抗风险能力如果你能扛得住，其实这个好像就没那么严重，自己住对吧？反正就是账面损失啊，你不想你也就没烦恼。最后我们再看一个新闻啊，这是凤凰网财经报道的，说开发商延期交房，强售车位抵违约金。这个说的是江苏昆山一个项目叫新锐江南里，因为这个开发商他违约了，就是交房延期，所以他也必须给这业主赔偿。但是这开发商赔偿他也不好好赔，他拿车位抵还只能抵一部分，也就涉嫌强买强卖。大家看视频啊。2023年4月，曹先生在昆山市周庄镇星悦江南里小区花近200万买了一套商品房，开发商是昆山中瑞置业有限公司。根据合同约定，2023年11月30日前交房。曹先生说，他们都是上海人，因为他现在定居在国外，在周庄买房是为了给父母养老居住的，所以当时就将上海的房子卖掉，全款买了新悦江南里小区的房子。我也担心万一因为期房嘛，万一不能交付，因为毕竟父母什么我们要搬出来，这个很麻烦，回来一次也不方便。我就问他会不会就是延期交房，他们售楼处的呢都跟我说是不会的。结果到了约定的时间，开发商却迟迟没有交付，曹先生的父母只能在外租房居住。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延迟交付呢？开发商给出的解释是，疫情的原因影响了工期，并且在快到购房合同上规定的交房时间前，才给业主发了一份顺延交房告知。国家卫健委是宣布疫情结束是2022年的12月份，我跟开发商签订这份购房合同的时候呢是2023年的4月份，所以疫情已经过了。你如果有问题的话，你当时就应该跟我讲，对吧？你就不应该签10月30号交房。我签合同的时候，如果当时告诉我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那也许我也可以接受，或者我就不买房了。事已至此，曹先生和其他业主只能继续等待。到了2024年5月，他们才收到开发商的交房通知。根据购房合同上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规定，自本合同约定的房屋最后交付期限届满之次日起至实际交付之日止，出卖人按日计算向买受人支付已交付房价款2/1000的违约金。那么，开发商能否按照约定进行赔偿呢？应该是160多天，一共是6万5左右。
他是给我算了64天，一共才2万多，2万多呢，他抵1年的5000块钱的物业费，其他的呢，他是说要让我购买小区的那个车位，而且是作为抵用券的，这个抵用券而且还有有效期。对于这样的方案，业主们都表示不接受。在售楼处的资料公示区粘贴了开发商的一份承诺书，上面写明，自有昆山中瑞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的星月江南里星项目，我公司承诺在销售房屋时不捆绑车位，交付在推出车位租赁方案时，根据业主诉求可长租可短租，特此承诺。然而，在给业主延期交房赔偿的协议书里，却明确写着一部分的延期交房违约金作为车位款抵用券。业主在购买星月江南里车位使用权时，可按照抵用券的价格等额抵扣，抵用券不找零不折现，有效期以券面记载为准。业主应在有效期内使用，过期未用视为放弃权利，开发商无需给予任何补偿。你不能强买强卖，对吗？我可以买，也可以不买，对吗？这是我的自由啊，也是我的权利。你不能强迫我买啊。协议书上面是写的是跟我协商，但是从来没有跟我协商过，而且他也说这是我们的公司的最终决定。那么这个最终决定不是你们单方面可以最终决定的。他意思就是说要买那个车位，他现在目前他的做法就是有点那个像一种强买强卖，你必须要给卖。对于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开发商会作何解释呢？记者陪同曹先生等人来到星月江南里小区售楼处，在等待了1个多小时后，依然没能见到相关负责人。他因为他在开会，他没有办法过来。对此，法律界人士表示，开发商应该从购房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开始承担违约责任。新冠疫情的影响应该是早在这个当事人签合同的2023年的4、5月份之前就已经结束了啊。那么应该对这个开发商的交房时间没有一个影响，或者说即便有影响，那么开发商应当在与消费者签合同的时候明确告知受这个新冠疫情的影响可能交房要延迟，在合同中也没有标明是否受到疫情影响，交房是否需要延期。开发商针对违约金支付方式的一个补充协议那么限定了要以物业费冲抵这个违约金，包括以车位费购买车位的车位费来冲抵这个违约金。我认为这样的条款涉嫌这个霸王条款消费者是可以拒绝的，明确要求开发商按照双方的购房协议约定支付等额的这个现金来作为这个承担违约责任。既然如此，相关管理部门是否应对开发商进行处理呢？记者随后将情况反映给了周庄镇建设管理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也曾陆续接到不少业主的投诉，并多次找到开发商进行调解。他们公司意思就是我们公司就是这样子做一个赔付的，如果能接受，业主能接受，就是我们按照这样子来。但是业主如果接受不了，就我们建议业主也是走司法途径去解决。当时也跟他讲过的，就是按合同来，就是看怎么样，但是他们都不同意。按照这名工作人员的说法，虽然他们也认为开发商的做法欠妥，但对方已经拒绝与他们进行调解了。上面写在售房屋时不能捆绑车位，我强买强卖嘛，这个是霸王条款嘛，对吧？就按照你这个文件来的话，就是不对的。该工作人员表示，他们会将这一情况向昆山市住建和城乡建设局进行反映处理。而对于此事，我们也将继续关注。零距离记者为您报道。说实话，这个我个人建议业主不能那么死心眼，你得考虑一下这个开发商到底实力怎么样，也最好调查一下。如果这个开发商实力不行，你赶紧把车位拿了吧，别到时候他破产了，你啥都没有。如果这个开发商还可以，对吧？这个还有钱，后台还挺硬，那你起诉他，他绝对输这个理不在开发商这儿所以说，对业主来说，那就审时度势没有办法，你不能较死理。如果这个开发商要黄了，这个很大样的，对吧？那你跟他扯没有用你把他告赢了，对吧？你是赢了官司，输了钱，最后你啥都没有，车位你也没拿着，所以你得判断这开发商到底有没有实力。官司一打1年多2年，这开发商还在，这账上还有钱，那你打赢了，可以把这个违约金给他要过来。所以说这个作为业主我们一直说叫一事一议，对吧？你的见机行事这个房价涨的时候这都不是事，开发商痛痛快快给你赔钱。房价一跌开发商本来日子就难过，对吧？开发商说不定这个房子就没赚钱，还是降价的，都是流血
再卖。这个时候你让他赔钱，他没钱赔，对吧？他得想着破产。所以说啊，彭博社说咱们要把那个预售制要改成现房销售。虽然现在这个说法还没有一个确切的那作为韭菜如果你真的要买房，对吧？刚需，你钱也准备好了，那当然是最好买现房。如果没有现房，就是期房，那你最好选央国企的。这就是教训。央国企的万一有问题，你一告，他后面还有，对吧？出来收拾残局的，也擦屁股的。你这个什么，对吧？昆山当地的小开发商，他说不定就黄了。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